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东市，昨暝是发生着一件电梯故障的意外，限制4个人的电梯是坐5个人，结果这个电梯卡掉咧，其中一个女性因为紧张下骨夹起来，加在最后拢互救出来。问题是人数虽然超载，但是电梯明明写讲会当载重700公斤，因5个人加起来根本无够500公斤。专家是讲坐电梯，这确实是载重比人数较重要。讲这个电梯唔是超载，应该是其他的原因来故障。电梯总算拍开啊，掉入内底的人强要无力啊，互人一个一个扶出来。这个混人好死的消防人员，甲扛起椅仔顶休困，看伊规身躯重汗，强要袂喘气，赶紧甲叶芳做医疗的处理。挤一挤可以上去，没想到说会这样。代志发生伫昨暝，台东市某一间饭店发生的电梯故障意外，人显示讲限制4个人700公斤，民众想讲全部人加起来嘛较无500公斤，因为电梯还有空间，全个加入来一个人，最后为5楼落到1楼的时，煞拍袂开，一个有下骨的女性强要袂喘气，真危险。照你讲的警示哦，没有警示就对了。差一个个管讲会当克重700公斤的。就算人数超载，敢是讲会当载700公斤？专家表示讲，咱乡亲啊坐电梯的时，这个重量限制确实比人数较要紧。重量比较优先，小孩子可能都比大人还轻，那可能对。都塞得进去的啊，反正你到达那个重量的时候，它就是会过载。电梯里面的空气是流通的，所以受困之后是赶紧联络外面，那不要惊恐。专家表示讲，这件意外无的确是限制重量造成的，嘛有可能是其他因素引起的，要注意到定期的检查甲修理。另外，电梯拢有空气孔，一旦掉入内底，嘛有空气，那真正掉入内底，唔通着惊，冷静等人来救。加在这摆，所有人拢平安无代志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